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卡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纸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想怎的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林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庄世杰，庄董事长。大企业家庄世杰，蔡医师蔡英山。蔡医师，哦，是个是个，啊，英山都是庄董事长的关系哦，把你的报告送去你的。大姐，阿姐阿姐。不怪，原来是你。唔安尼讲，我是安尼出点仔人啊，是讲安尼对蔡医师你唔知有帮助。省卫生署的陈司捌来过，伊真支持我计划。安尼啊，哦，那安就真好啊，那真好啊。英山，庄董事长吼真有够力咯。哈，唔安尼讲，唔安尼讲，嘿哦，我是甲伊有淡薄仔交情啦，而且总讲一句哦，嘛来靠蔡医师。伊本身为了财我的财情，我毋捌多通去推荐，这无啥物功劳啦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下晡吼，各人无用各人的啦。啊，英暗吼，我叫阿乱来去表演一下，传一条较澎湃来庆祝吼，恁两个熟识。安尼嘛好啊，这无问题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啦吼。好啦，我阁想要请秋瑾做伙来，甲伊会试练呢。袂落去，我嘛一直甲水星阿妈骂甲伊戆咧臭头伊呢。啊，而且吼，甲我讲伊根本吼，都无去地点啊，是咧滚酸笑的啦，吼。阿母，你免替水星暗扛，这样代志，我敢不敢出来？水星有去。也是无去地点啊过年，对我来讲，拢是同款。也是要拍我、骂我，根本就没啥物理由，我叫伊拍个惊着。
秀金啊，阿母，一摆搁一摆，我一直咧找理由，找借口忍耐。也毋过，水性芳实在是足疼，一摆，我实在是忍受袂下去。秀金啊，为着我这个老面皮，为着阿母，你我拜托，搁较勉强忍耐一个好。阿母知影你真委屈，你爱相信我，催生早晚一定会改。希望是安尼。阿母，多谢你来看我。你若无来，我都无面出头转去啊！阿伯娘，我嘛唔知要去对。我了解啦，爸爸做过新妇的人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到。啊，医生转来啊呢？阿母，无你先转去，我还有代志要无用。好啊好啊，下班了吼，就直接转来厝的啊，你唔免惊啦哈。阿母，你慢慢行。小孩子啊，有闲来坐坐啦哈。呀，去对，王姐，王静。蔡叔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有甲春仔解释无？春仔安怎讲？你放心啦，各回拢已经解释有清楚。像咱一样，我要请你去因兜食饭，我要甲你回息的。真实的啊！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春仔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伊若误会我，我是关系足艰苦啊。你有心事？我无勇气去抓春仔的感情，啊？我自私自利，为着因兜有钱，为着理想，我接受春仔的感情。安尼嘛真好啊！有啥好？我对春仔无真正的感情，我根本拢无爱。感情会当慢慢培养，真侪人拢嘛是安尼。啊，你甲水星，莫客我甲恁比好无？春仔无参像我遮尔歹命，你是一个读册人，最少嘛无法度甲你比。你放心，你甲春仔，你参像我安尼。手机，歹势。
告诉你若感觉对春兰有亏欠，结婚以后对伊较好咧，莫辜负伊对你的爱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做一个查某人，安尼阮就真满足啊。蔡医师，无论安怎，先恭喜你，希望真紧就当啉到恁的喜酒。你是笑啥？我是咧笑讲哦，是我家己自作多情。虽然春兰也介意我，也毋过伊是毋是要嫁我，这还阁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我是咧紧张啥物？蔡医师，莫阁欺骗家己啊！勇敢去接受。我啥物代志拢无法度稳嘛。小姐，还是你较了解我。痛的心无你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想怎的。有哩啦，阿美啊，恁水星到底是伫当时才要出来见人客啦？要出来啊啦，啊，就起来咧洗手面啊，念伊就出来，小坐者，歹势啦吼。阮已经等半点外钟啊咧。大哥，大哥，水星啊，我咧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曾当署长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坐来，坐来。最近哦，若要买土地，大家都讲伊是董事长啊。啊，这前后后吼，10几个来甲我讲咧。到底是倒一个真正董事长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啊，搁另外什么人来甲你看地是？是什么人啊？这我是袂使甲你讲什么人啦。啊，不离就是安尼哦，人个价钱是一个比一个较悬哦。是讲别个董事长吼，毋知甲你出偌悬的介绍，这我是毋知影，啊无，我来你甲看卖。水星呀，这介绍你毋知有关哩？水星啊，有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这款价钱哪会买哩的？差呀远嘞！这介绍吼，比市面是加几啊倍安尼。啊无吼，好啦，好啦。是咧好啥啦？母啊，伊若搁加200万哦，我爱搁考虑看卖咧。无这个行情啦，等下。你讲搁200万是无问题，我答应。无啦，有影哦，这你讲的哦，无用的哦。我从小家用做代志哦，从来都毋捌后悔。因为啊，要紧，做生意人就是安尼，讲话算话，一句话就做决定。这代志哦，我伫经理甲水性兄去处理掉啊。咱来去送，啊，再行行。孙囝，我加200万。再抢一个，再嘛抢一个。想要到讲这块土地真是我买着，唉，伤贵啦。袂啦，我真介这长尾村的所在，这块土地哦，算起来够我真有缘，袂贵啦。你是一个企业家啦，物件的价值啦，有你家己的标准啦，这我是无法度人了解啦。总是吼，你会当完成心愿就好啦，恭喜啦！多谢多谢，那这抓来啊，算讲买到这块土地，搁会当熟悉着蔡医师，这算起来是真有缘吼。有啊，
你也欢喜干呢？这个手啊累细细安尼。实在是想袂到，想袂到讲咱迄块土地哦，有法度卖遐尼侪钱啦。你也想到钱啊，就欢喜个呢。我欢喜的毋是干那这尔，还佫有一项哦，比这佫较欢喜啦。就是哦，阮囝哦，是安尼遮尔有才调，遮敖着，啊有才调啊，厝咱迄块地安尼卖价遐尼侪钱。讲实在，我实在哦，感觉足安慰。母啊，迄就是较早你看恁囝猫的无点才有即款感觉。迄个过2年啊哦，我会从这钱哦，佮加2、3倍出来看。到时哦，你就知影恁囝厉害到倒啊！好啦好啦，来，紧来食饭啊，紧食饭啊！啊手囝哪无伫啊？去村咱阿因兜啦，讲啥物哦？要请迄个啥物蔡医师啊，甲甲咱买土地迄个庄董事长啦。啊吼，村咱的都好，就伊斗阵去啦。啊，这间厝我咧做主呢，啊是啥物身份啊？甲人食啥饭啊？毋是看你，毋是看。水生啊，饭唔食你就要去倒？水啦！你酒量袂歹哦，差不多啦。阿伯，你来。哎，再叫阿兰做就好啊，讲你啊坐啦。真芳。爸，医生哪会还袂来啦？你打电话甲催一下啊。啊，你是伫紧张啥？你看人来啊。阿伯，我来开。来。啊，人家来啊，这就传好袂？啊，这手今仔去用请，啊，水生也地去，啊，两个人毋知去人兜冤家无？来，我敬一下。我敬你。大家来，干杯啦！歹势啦，啊，你粗菜无酒哦，有啥人要交代啦？你去，免谢意呢。干杯！这酒高呢。这料理赞，煮了好。小看，啥物叫做料理？手袂使。我食袂落啊啦。孙仔。啊，你开门啊！来，阿姐。
水星啊，你真是伫咧遮哦？你是来要创啥啦？我就来。阿母来你是无看的哦，搁等下猜。明仔叫阿母坐啦。小金啊，你给我拜托一下，伊去了解看安怎。阿无你要倒啊？水星啊，这是我的厝呢。啊，迄是阮某呢。水星啊，你哪安尼啦？